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今仔日来讲这3字，字形真相同，台语拢念做爬。先来讲这字爬，爬山、爬楼梯。讲爬山有真侪好处，增加肺甲心脏的功能，加强肌力甲肌耐力，锻炼身躯的平衡协调力，吸收到分多精负离子，阁会当互人的心情平静。医生讲，爬山的优点超过可能的缺点，是值得推荐的好运动。若爬楼梯嘛有袂少的优点，但是缺点上严重，得不偿失，去倒了。所以行医30年的医生，从来毋捌建议病人甲爬楼梯当作运动。搁来讲爬，爸爸兄哥叫爬阿伯，若是长辈的大爸爸的岁嘛叫阿伯。阮爸爸的大兄甲二兄，也就是我的大伯甲二伯，正后写迄个毛笔字。若这8兄弟就是堂兄弟。爬大伯啊，是一种叫做楼姑的昆虫。爬天公伯啊，老天爷就是天公伯啊。天公伯啊，就是玉皇大帝，就是天公，就是天公祖。有一句俗语，娶一个好某，较赢3个天公祖。就是娶到一个贤妻，比啥拢较好，是咧劝告着查甫人爱疼惜太太。最后来讲这字爬，老百姓的爬。有一句俗语，一千舍毋达800现，收800块的现金，较赢互人欠少1000块。因为对生理人来讲，日日见财收现金才是上妥当的。今仔日的台语字爬，实在真趣味。